迎大家收睇我哋嘅閱讀1分鐘。大家好，我係 S1 班羅俊傑，今日想同大家介紹一本好精彩嘅書，叫做《世界名人故事繪本》，作者係宋怡穗。呢本書入邊有好多世界名人嘅故事，而我最中意嘅係愛迪生。愛迪生細個讀書就唔叻，成日俾老師話學唔識，仲俾學校辭退添。但佢冇放棄，反而更加努力去學習。佢試過1000次實驗先成功發明咗電燈。愛迪生講過一句好勁嘅話：我冇失敗，我只係揾咗1000種唔可行嘅方法。聽完之後，我覺得只要唔放棄，每次錯誤都係向成功行多一步。所以下次你覺得做功課、溫書好辛苦嘅時候，不如諗下愛迪生啦。我哋只要堅持落去，我哋都係發光發亮。最後，上我哋學校嘅平台知書閱聽圖書館去睇下呢本世界名人故事繪本，一齊學習愛迪生堅毅不屈嘅精神啦！